下客云大本洋菜，老捏板云曉逢春。客兒子言教時，抱言用來客家人，放客按成次之作，按好嘅文章，天作愛度分享。椰菜生來醬油香，煮熟酒水，青豆湯，挖到調色大本洋，交通清楚後非常。客家人煮嘅鹹板鹽，除了客家人好食以外，還有青島其他族群嘅好朋友，有食過啥，通盤未餓腦到會起，有一隻當重要嘅kend香菜，就是椰菜，板鹽撞到溫度後，愛食以前再加一絲嘅調油，嘅味道真勁太讚到。椰菜還有一隻清神奇嘅名嘅，按到大本洋菜。因為其上嘅時節，生到胖胖長長當地人食，洗菜盆肚，兩頂有大馬盆，頭擺嘅人太艱苦上欠，冇按到東西好食，老公行過看到，心肝肚當歡喜，想講暗夜有當道菜好幫飯嚟，忙地到食夜嘅時節，老公看到作當嘅椰菜按手，挖到本洋自家煮食先調色，還冇搞清楚，就罵其按圖色，按油酥，撒鹽家想打必杯，吵吵鬧鬧好久，爆米糊清楚後，爭啲原來煮熟杯焦鐵，還有超過2/3客家，所以本人按到大本洋菜。也就是椰菜，就是嘅當菜過嘅大本洋菜，海陸按到椰菜，就是華語講嘅茼蒿。也一盤係煮熟嘅椰菜，本蛋當大把嘅菜，煮熟了後，就熟到春日細盤嘅甜甜。椰板未係客家人當有名嘅美食，名嘅雖然係椰板，唔過佢唔係用椰菜做嘅，可能當到人唔知。客家婦人家運用太自然嘅禮物，撒甜筍也生嘅黃葉嫩葉嫩光來做，尤其係東和國鐵滿田會生當到。頭擺也到3萬做家嘅客家婦人家，不但供子供到子，婦人吐到時，還會利用忙春耕打田嘅時節，夾夾去田度，再轉來濕熟後，就做得老闆窮下切完後就做得大椰板嚟，太人細子食到好好粒粒歡喜辣甜。但是等到和嘅事落去了後，那想愛大椰板來食，啥冇按到黃椰好炸，嘅愛用解釋真好，爆米慢慢嚟，真有人想到，做得用那麼一種椰，沒有人講係椰，做出來嘅口味，兩種食起來差唔多，啲外形看起來。黃椰做嘅有較淺色系列，用椰做嘅就較深色啲味。假使兩種老窮下也冇問題，食水就較平均嚟。用椰還有一隻最大嘅好處，就是椰當好種，青菜做薄筍，也係菜上筍，攝落去就會生，韓國1年4季全有好炸，隨時想愛炸來大椰板食，全做得非常嘅利便。也係椰板海陸椰板華語係愛炒糕。作炸協也種相片，係唔係當上認識？都好一下煮係風和國鐵，鹹筍有黃椰，阿妹菜鹽度，沒有中椰老椰菜，係用相片本大家來小口嘅，所試一下，下一擺看到唔出啲嚟，千萬唔好老人講，椰板係用椰菜做嘅，咩唔好再過懷疑，辛苦煮食嘅人要調適咯。也係黃椰，雖然係黃椰，海陸按到黃椰，普遍係作炸曉逢春提供。也種相片係椰，海陸按到椰，老前一種相片係唔係有意思的無窮樣，唔要看出來麼？什麼按自細要中意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，佢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